70日後啦，皮膚嘅情況咧就好咗8成到9成，都算好靚嘅，因為好光滑，咁啲色素未退啫。點樣稱呼你啊？肥章，未食清調養之前啦，你試過用咩方法去調理你嘅牛皮癬嘅問題？主要係睇中醫嘅，食咗大半年中藥咁上下啦，3次針灸，食得太多中藥，口都苦埋，同埋真係太慢啦，就發到成身都係，成身都係頸、左骨對下，下邊全部包括頭皮同埋面都有。幾時先發現清調養啊？之前都有留意到你哋馬騮仔嘅藥有3分毒啦，咁都想轉下一啲唔係藥嘅嘢，咁啊試下咯。咁樣你食咗呢60日感覺點樣啊？或者你嘅皮膚而家有咩變化？差好遠，最嚴重嘅時候就開始食你哋嘅產品，即係大概70日後啦，皮膚嘅情況咧就好咗8成到9成，有啲印啦，咁而家都算好靚嘅，因為好光滑，咁啲色素未退啫。如果食中藥粉嘅話咧，我每日要食3次嘅。但係你嘅嘢就係修復王1包，修復王1包，免疫王1包，免疫王1包，瞓前3樣嘅啫，又冇影響我正常嘅生活。睇醫生一日都要100蚊啦，但係食清調養一日都唔使100蚊。